平時咧我工作比較忙㗎，有陣時咧仲會坐成日，好容易引起絲襪嘅問題。最近呢，我就買咗 TS6 嘅淨味止痕粉霧，同埋絲襪優菌絲，仲有 TS6 嘅潔淨 mousse。噴霧使用好簡單，而且咧可以幫助我保持絲襪肌膚清爽舒適，避免異味嘅困擾，同埋咧生理期間都可以隨時使用㗎。TS6 絲襪優菌絲，佢嘅成分咧可以加強女性絲襪處，發揮自我防衛同埋自淨嘅機能，清除外來嘅壞菌，提升免疫同埋抵抗力，維持絲襪處可以有最佳嘅酸鹼值環境，以平衡最天然嘅好菌壞菌嘅比例，就自然唔會再有異味痕癢嘅問題啦。仲有 TS6 嘅潔淨 mousse， 專利絲襪抑菌泡泡潔淨抗菌，防止細菌病毒感染。我而家就用緊呢3大嘅王牌，就唔再有絲襪嘅問題啦。TS6 絲襪優菌絲喺香港屈臣氏有售，而 TS6 淨味止痕粉霧同埋 TS6 潔淨慕斯就喺康維門市有售。有興趣嘅姊妹就記得去購買啦。